你看这个手机应用程式啊，照片变成那个素描的了，还有照片混合，还有照片变成那个漫画的了，还有3D 立体电影的效果的，还有照相特效，还有照片编辑器。这个还只有3天的试用期，之后每年要2700多块呢。这个 X Auto Editor。所以这个试用的程式下载安装过程有时候都会有那个引诱人的广告，要小心啊！要有定力，要有镇静的智慧啊！师无血何处飞南海，是于道无家即西天啊！高智慧才有办法使用这个高科技的产物啊！智慧型手机啊！心灵成熟比较好，才能够加以应用，以道德为主啊，来驾驭这个科技啊，还不会有恶的果啊。可以学习了很多呢，中医百科了，中医经络穴位了，还这个 Mega 这个是特大云端硬碟的空间，有注册的话有50 G 呢。MEGA 这个了，这个是已经申请了安装，已经有很多资料上传了。你看，照片就这么多了。新颖的8骏马也是很好看的，还有阿波罗阿波罗也很美，相机上传的。还有很多丰富的内容。有很多丰富的内容。